真福气的阿嬷要甲大家请安问好，大家好，欢喜学台语，台语定讲易练转。我今日要来介绍菜瓜饼仔，怀念阿爸种的菜瓜。阿爸伫厝边两边空地仔，搭几排长长的菜瓜饼仔，菜瓜饼仔骹放一块竹皮仔的桌仔甲椅料，中昼咧休困，伊泡一股老人茶，喙焦摕来啉，看到庄仔内的老人行为则过，请入来访茶，因伫遐咧开讲破豆，大家拢叫王会长，你有够敖的，你种的菜甲做事，伫我拢比人较水，搁比人较大声，修成。阿爸就讲，我用研究的精神，研究新的方法，有新的品种。我即马菜瓜是用最新的方法来改良，有3尺的，有2尺的，有短短的、肥肥的菜瓜。我就是用我家己漚的土粪做有机肥，栽伫菜瓜种子的边仔涂骹底，伊会足紧就大丛，嘛会生足济。我遮的菜瓜会生足济，我要分庄仔内的遮的老人时代，甲厝边头尾食无共款的菜瓜品种。阮阿爸讲，菜瓜会使流较熟，做菜瓜布，嘛会使洗碗池，嘛会使洗炉灶，真济的用途。我看到阮阿爸种的菜瓜，连米都会拍阵啊，伫菜瓜饼仔顶有细细蕊的花，嘛有瓜，感觉真古锥，水水水。咱即马来读这个菜瓜饼仔的念谣：菜瓜菜瓜，开花开花，菜瓜开花，一条瓜有一蕊花，菜瓜菜瓜，一蕊花有一条瓜，开花就生菜瓜，有瓜嘛有花，无花就无瓜，菜瓜饼仔全全花，花开甲金金金，瓜生甲青翠青翠，无花就爱瓜，爱花就爱瓜，菜瓜饼仔全全瓜。甲大家说多谢，努力。